过20世纪的调。好，那我们翻到一起来。好，下面是回应的诗歌，是194首。有个想法。OK。
好，那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准备今天的礼拜。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角来吟诗俄勒上帝，献诗165首。听叹圣神求你降临，请起立。
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我的上帝，你是阮的倚靠，阮袂分对你，将阮一生献互你，诚做你的器具。一时要用主，你甲是阮的主导文，三甲开喙祈祷讲，愿你的愿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在地亲像在天。阮的一生听我，下面阮的国务，亲像阮下面国份的人，无一朝阮离弃，就叫阮发现歹的。因为国官员严格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请坐。三甲用契约文33篇诗篇13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契约文伫信息后壁面1070页。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哈你歌声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道谢你。我若无应感，你嘛伫遐。也是去到地道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就安尼甲我压榨。暗时亲像你是汉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嘛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同心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听从阮的主，阮受拣选的百姓，一时自集伫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搁要仰望你的荣光，恳求你荣耀的国度临在伫阮的中间，你的大冠冕尊贵威严得到保护，阮也用渴慕的心要来。领受你永远我的话，互阮通得到智慧的心来明白选择所要行的路。恳求你用你的话来教示阮，互阮的灵命得到盼望，对真理的追求得到学习，搁再学习，知识加添知识，活出基督的款式，结出真理、灵意。圣洁的规矩，做一个好尽忠的奴仆，来互你欢喜。天父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公平甲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求你赐予台湾执政的团队甲国会的立委有属天的智慧，为你国家，互因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甲主同行的心，为台湾一片土地甲人民做出正确的行动甲决策，互台湾的脚步坚定行伫国际的中间，
来做成利益国家甲人民永根上帝的事。主爱天父，看顾因失落安慰的上帝，你是阮患难中的避难所。当阮有困难时，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求帮助，通受安慰。阮伫你的面前，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向你恳求。你用你怜悯慈悲来看顾因，用你的大권名医治伊，信心的溃烂安慰伊，互因会当通过病痛的痛苦，早日得到健康来敬拜你，用因的健康来延长伊的生命。天父上帝，阮敬听的单赞从你长老娘受主拣调，回去上主的厝，享受福乐甲平安。求主安慰伊族，有平安甲因同在。亲爱的阿爸父上帝，阮伫遮敬拜你，恳求你安静阮的心，会当甲你相拄。求圣灵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你通过科牧师所要互阮上帝的信息，白白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用拍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士师记12章第1节甲第7节。伫台语汉语本旧约圣经275页，士师记12章第1节甲第7节。以法莲人自己甲巴远对耶和他讲：你过去甲阿文人交战，这事无叫阮甲你去啊！阮要用火烧你家己的厝。耶和他对因讲：我甲我的百姓甲阿文人大计较，我召你来，恁竟然无叫我脱离因的手。我看见因无来救我，我就拼命进前去攻击阿文人。耶和华将因交伫我的手，因今仔日写书来我遮，要甲我交战啊！耶和他就自基列的众人，甲以法莲共交战。基列人拍死以法莲人，因对因讲：恁基列人以法莲玛拿西的中间，是以法莲逃走的人。基列人以法莲人的头前，背守约旦的渡口，以法莲逃走，讲。请互阮过去。基列人就问伊讲：你是以法莲人啊？毋是？伊若讲毋是，就甲伊讲：你讲是布勒，伊讲做西布勒，因为因的因袂正，因就掠伊抬伫约旦的渡口。迄时以法莲受抬的42000人，也互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人员。基列人也互他死，埋葬伫基列的一个城。愿咱照上帝要来行，受上帝的祝福。这是圣歌队要学落的诗歌，用欢喜的歌。所以，正牧师要讲今仔日讲的题目是靠对来的事实。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在上帝的恩典内面，来当做伙一起来敬拜伊，也愿咱也有得到信心喜乐的充满伫上帝神的指引，咱是来当定心来开始。因为看到圣外对的学老，听见圣外对的学老，嘛感受到上帝的快乐伫内面。嘛真欢喜看到佩珍姐第一拜献诗，很棒，很棒所以我的心嘛甲你做伙来欢喜，愿上帝欢喜咱的赞美甲学老。伫今仔日的分享之前咱用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让阮要用欢喜的心来学老你。阮知，因为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坚固规个教会，也恳求你，互阮会当有遐的健康，有愿意也会开来。阮会鼓励甲会，阮会当活出应跟你圣尊名的生活，将下面时间交托仰望，有你保守大名，当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事事记。事事也是他今仔日伊的服侍还是讲伊的故事会停伫咱今仔日的现在。咱嘛做伙来思考，也他迄当时的一些的对事对今仔日的教会的提醒甲反省。我顶礼拜有讲过也有他即个事事伊所做的代志伊所做的代志，互咱看见以色列外邦化的可能那我上个礼拜已经有解说过，什么是外邦化简单跟一个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讲用上帝无欢喜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安尼明白这个意思吗？教会若是外邦化，就是咱随讲。嘴讲话咧上帝耶稣，但是咱的所行甲世间人一模模一样的好，这是外邦化的一个反省咱要转来到亚古他这个事事你们还记得他有一些特殊能力应该记得啦，我来帮你复习一下，已经熟悉。以色列的历史，至少摩西五经他也算很娴熟，对吧？因为伊去甲阿文人咧谈判的时阵伊是掠摩西五经内面的故事甲条例迄300天之前的代志摕这来甲阿文人来谈判，所以伊嘛是正版正规的一个事实毋过巴肚我讲互伊用，伊确实用上帝明文禁止的条文来许愿，来黑弯所以外邦化的概念就是去上帝化的上帝信仰，会不会很老实啊？不会啦我想说，我也比较娴熟用中文表达，所以用这块的方式来帮助咱做一个提醒这是也有他的时代。因正在发生的，所以你做教会你做基督徒，你唔通讲掠伫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的百姓就照单全收，不可以知道吗？好不好？不可以你不可以因为是伫圣经收下来，所以你就照单全收。你要去看因中间发生的变化，虽讲人失败。虽然人败坏，虽然以色列行歪传，但是伫即个上帝的主权内面，永远有灵力。咱读圣经爱一定有即个观念。你毋通掠做因为就是上帝的百姓所以因所做拢会当成做咱的模范。我甲你讲，你若是真正照耶和他成做你信仰甲生活的模范你会哭知道吗？要警醒，
太清醒，我头拄就是在示范试玻璃跟洗玻璃。来，所以咱进入今仔日的段落，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最近档案都会有不在我设定以外的东西会跳出来？好，那个你看不懂的，我也看不懂就把它 delete 掉。依法的人自己来，依法的人是什么人？用你的直觉，依法连人是什么人？什么人？那就依法连人啦。是吗？来，你如果讲不出一个较大的叙事至少你应该会知道他不是外邦人吧？不是。好，对了，好，那我们就有共识了。所以你会当讲以法的人是以色列人吧？可以吗？那我们再讲白话文一点，这不就是自己人，是吧？是。好，有这个前提，这是家己人。因在创啥呢？因来甲耶夫他冤家啦，家己啦，家己兄弟内面冤家啥？理由在这，啥话恁过去甲阿文人交战的时阵，啥事无叫阮甲你去啊？打阮就要用火烧你甲你的厝。哎呦，这不是自己人？哇塞，我竟然有这种自己人！他前面那2句话，我会觉得甘心嘛，你知道吗？我要出去打仗了，等等我兄弟，他们是自己人，我陪你一起去，是不是很感动？有没有？不知道美国跟英国对澳洲有没有这种感动？我们不能够在台湾开别人的玩笑。好，你们听得懂这个概念？我伫查经班的时阵，我大概咧思考政治甲军事军事战争的时阵，我就会不免联想到，其实澳洲人蛮可怜，因为因是离这个地理位置离什么欧亚非最遥远的澳洲，对不对？但是大概世界要大战的时阵，澳洲都不分，因为英国跟美国是什么？兄弟呀！所以，但是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心甘乐意甘心乐意，我是不知。不过，坦白讲你也是真正，别人咧相拍的时阵兄弟出来给你赞声其实是很感动的耶。可是不是这个是有点感动过头，你知道吗？就为什么感动过头？天哪，你被相拍竟然没有叫上我，你到底是小看我哪一点？是看我袂晓修正吗？是看我无吗？好，大家这时我就要用火烧你甲你的厝。这听起来就是哪里怪怪的。这个自己人会不会热心过头了？这种自己人你要怕，你知道吗？但是你若是对叔叔有一点记忆的话这个故事以法的人在讲这段话的时阵你要有一点既视感。如果你勤劳一点，手边有圣经，往前翻一下，基甸，基甸那咧拍甲用要无命去，好不好？好不容易连翻带滚的打，拿下了胜利之后，兄弟过来兄弟以法的人过来迄当时以法的人嘛是安尼家己来讲，你啥事无叫阮来分散一批。但是其实他真的就是，然后历史发生一次，你还真的看不懂。同一个兄弟在同样的事件上面发生2次，就居心叵测。这种自己人你得要有地图来判断。以法连人第2摆就出现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你如果看基甸怎么处理以法连人，兄弟出来擦干净，怎么没有跟我们站立比？基甸讲歹势啦，恁遮搞所以不是我无要救恁啦，不过这个战争的胜利是属于咱的兄弟，有无？咱的，
所以机电呢，就用了一个温柔的语气，把战利品也怎么样分一部分给谁？兄弟依法连人哦，食髓知味。然后他甲阿文人相争了后吼，另外的人就出来了，嘿，来亲戚，对，一模一样要叫嚣要争功的时阵，哗，迄个铁棒，迄个踢到铁棒吼，这时耶和华他就这样回来，善用他的什么政治手腕，他讲有啊，我有找恁做伙出来嘛，甲我去相争，但是你不但安怎无出来，啊搁安怎？即马我无要甲恁分享战利品，你们搁安怎？搁要甲我拍，搁要甲我拍，搁要烧我到我的厝，是有事吗？你的人生是有什么困难？以法莲人，所以亚虎他讲，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我唔是讲菜，我唔是讲菜，所以嘞，我刚刚第一行就说他发挥什么？政治手腕用伫国际顶面吼，甲用在别人身上吼，你会感觉阮国家就欠缺这块有政治手腕，但是政治手腕你用伫家己人的心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养他的甲激烈人吼，激烈人吼，我用表达的方式吼，你们用想象力一下吼，约旦河一条河，约旦河，上帝应允吼以色列百姓是在约旦河以西这边，但是呢，有2.5个支派，迦得、流便跟0.5的马拿西，还没渡河进迦南地之前，看到东边的土地足水的，就甲摩西讲，无安尼好啊，阮留伫遮，安尼吼。所以，你对这个故事叙事吼，你会当理解，你可能没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可以理解吼，后边一句话的意思。后来伫南北两国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的时候吼，其实迄因住伫这边的约旦河往西边这边的吼，看家己才是正港的以色列人，所以因看东边遐的以色列人是啥物人？把自己的推到外方了，有点那个极端。我们要再修正，拉回来一点点。你不是正港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有这个味道。这你咱若是，因为咱对因来讲嘛是外邦啦吼，外国人，所以咱看人的历史吼，我们看不出这个味道，所以我要先帮你们补一下这个脉络。我无拍你，不过吼，耶和他经文里甲讲吼，耶和他只记以列的建人，约旦河以东的那一块地吼，普遍在古时候吼，我们称为基列地。好，住伫这边，好，但是亲像伫台湾吼，那我们会说你是台南人、台中人，对吧？但是我们在更大方向再分。我东部人，安尼你知无？东部的包括宜兰、花莲、台中、台东，好。所以在台湾吼，你若是会刻意用我东部人，还是我西部人，西部人吼，西部人，你知道？一个台湾人哈会在一个群体里面说我是西部人，那是什么意思啊？某个味道里面哈，你是认为东部人这样知道吗？低端人口，好，就是对。但是我知道，像我来到台北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就是我人生的痛。起来读册时，我不能说台北人都会这样，
啊，不是等时哈，因为我讲话，你知道，就有一点奇怪。我们谁会觉得自己讲话有口音？你知道吗？大家怎么会不会觉得自己讲话是有口音的？啊，我一等时我同学哈，我一等时嘛，我们家这个真的是歧视他。他说：“哎呦。”夏提他，你这个人讲话吼，就是你再怎么咬字吼，你就是脱离不了一身的俗气。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哎，你不要去讨厌我同学，因为那个年代连我自己都听不懂的。不过后来吼，我这个人就是你知道，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你听起来不是赞，他说啊不是啊，今天就是你讲话怎么样都有口音，然后我好啊，为什么我都听不出来？后来台北人哦，同学的搞我指正，让我指出为什么你那个讲话有口音，因为呢，我每次听你讲话，我都听不出来，你到底是在讲滋滋还是啊，我说哦有这样。大致上，这个是我成长的过程。啊，后来我嘛发现讲，哦，原来我不孤单，因为还蛮多南部人都讲得小，我可以讲。啊，后来伫其他的议题顶面吼，在其他的议题上面，就会有东部人跟西部人的称谓，但是呢，大部分伫咱的经验内面比较会听到，北部人、南部人。后来我才知道说，哇，原来对台北的同学来讲，原来离开天龙国都叫南部人。新竹南部吗？我愿意去讲起这款的规矩，就是不是要嘲笑，我要提醒咱，当咱这时徛伫遮，要讲起咱家己国家的文化甲历史的时阵。咱爱有反省的开朗，爱有反省的开朗，玩笑只能够开在我自己身上哦。你们不可以去开其他人玩笑哦，知道吗？我以前笑的时候，会后来比较懂得受伤也因为受伤，所以我在跟人计较的时阵，我会比较尽可能的小心。尽可能的小心，不要让我这种不舒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才是教诲。所以我刚刚已经做了很多示范了，对不对？所以呢，雅虎他对一个人因甲依法人交战，一个人拍死依法人。因为因讲这边有讲到一个理由，他用了什么理由？他用了一个不是因为他们来跟我耶佛他争功要战，他这里经文透露了另外一个他们互相残杀的理由。因为因讲伊个人伫以法莲甲玛拿西中间是以法莲得走的人，对新约的教诲基督徒来讲这句话老实说，中文字你都看得懂，放在一起，老实说你就不明白。中文的意思是说，基列人杀死以法莲人，是因为以法莲人说，你们基列人在我们以法莲跟玛拿西的中间，是以法莲逃走的人。来，各位熟悉中文的教会弟兄姐妹，听得懂意思吗？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头拄已经有大家解释他们有一个历史的脉络。其实伫因西半边加一些人你如果看旧约历史，你也读出一个味道。其实他们是看不起那个时候没有选择一起过什么。过约旦河的那2.5个支派，这个叫做政治正确。那第三点南部人比北部人他还要骄傲，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城在哪？在南部但北部比较在
台湾人的文化跟意识里面不自觉就会，这个其实不是你们的错，它就是整个大文化形塑台湾人这块的意识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南部人是比较地位是比较崇高，因为圣殿伫倒位伫南部你会当体会伊即款的味道的时阵你就会当知影其实以色列人是咧考西那个基列人我有讲住伫迄个约旦河东边2.5个支派是流便、迦得甲半个马拿西支派。以法莲人跟马拿西是啥物？来是啥物？兄弟，因为伊拢是约瑟的啥后代，知无？后代，所以他不会去考谁马拿西，知道吗？即便马拿西半个支派怎么样，也给我留在基列地。哇，那如果以我们现在台湾人的政治语言来讲，马拿西是包牌的，因为他两边都怎么样，都有。所以你就会当知影，其实以色列人看家己是约瑟的啥，约瑟的后代，因掠家己做属灵地位很高，而且我老爸，我的祖先是什么？宰相，要不是约瑟，那12个支派可以什么？可以存活嘛？你莫想讲牧师伫台下电工这是咧讲妄讲。我跟你讲，12个支派有竞争的味道。12个支派有竞争的味道，但是对现代的教会来讲，看因12个支派拢是安怎？一个以色列国家。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试着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那种分门别类的话，你读圣经会读不出处，袂让讲人处理。如果你读不出圣经的味道，好，这样可以了我今天大概要帮你们补充到这边那回来到篇文，所以他们就耍了一个手段因为我讲有政治手腕，所以基列人伫以色列的头前背受约旦河的渡口以色列的人得造这是耶和华甲遮的基列人所吩咐的他说，若是有以色列因来到你当边修整，要逃回去约旦河以西以法莲这一块的时候，他们把守那个渡口恁就问因讲，因若讲请恁互阮过去，啥会讲请恁互阮过去？因为大家拢是以色列人，生了就想款，这样子，你就分辨不来出来伊讲，伊若讲请互阮过去，伊个人就问伊讲，你是以色列人不是？伊若讲，不是因为毕竟要逃亡嘛，你如果打输了逃亡要伪装你就说你是以法莲人吗？奇怪，有谁会在战争逃亡的时候说自己是战败的那一方？这蛮不容易的。所以其实人性就是这么直白，一点也讲不是我的用台词你的恁这激烈人恁就问伊讲请伊讲台语叫做是挂的。但是呢，伊的发音叫做谁挂嘞？其实这个你不用去背它，你只要知道，就像我在讲吱吱吱跟吱吱，其实我有一点不是很容易讲得清楚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尽量努力的尽量努力。这真正是有够艰苦因为上帝白创造12个支派大家拢会晓讲话，但总是以色列人安怎？因为因的因讲袂正，就是记载伫经文内面因为因的因讲袂正所以呢，伫12个支派内面你至少会在发音上面分辨得出来，以法莲人。这若是人甲人兄弟姊妹大家关系袂歹你在斗阵的时阵它就是一个可爱的笑话，你知道吗？但是，你哪知
这一张 PPT， 我再一次说，这是亚虎他的政治手腕，你们要很小心，跟着我一起思考一件事情。我头先有讲，这种天缺吼，其实处理，大家若咧食饭啉酒的时阵啊，就好玩这样，啊，你也不会被开玩笑的，你不会在意。但是亚虎他用伊兄弟的弱点，啊啦，拍，听有无？照理说，这是自己人应该做的事，迄是因为你是家己人，所以你会当明白你的兄弟的缺点、软弱的所在，但是你却是用伊的缺点甲软弱来攻击伊，甚至是杀害伊。兄弟姊妹，以色列人，兄弟姊妹，属兄弟姊妹，敢有可能是教会？这是咱爱思考、爱反省。刚才咱会徛在无共款的身份，甲即份顶面，咱针对亚胡他甲伊兄弟所发生的代志，咱会无共款的信用思考。但是咱对圣经的内面来看一件代志，你们要知道哦，四世纪吼，毋是12个支派、12个史书的故事拢甲你写甲足完满，你都是看好看嘛，看懂没有吼？6个大事实吼，6个次要的事实啊，不能用大小，就是叙事比较大的叙事事实，但6个几乎没什么叙事的事实。而且你著爱思考，头前的史书伫因的服侍的时间结束的时阵，圣经的作者拢会讲，这地什么太平了几年，30年、20年、80年，对不对？这一上帝兴起吼，史书小拍这名了后，迄个所在平安无事80年，对吧？跟你们讲，从基甸开始，利用讲的囝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事实，圣经的作者就无搁再讲起迄个所在太平。圣经是安尼写，因为他做以色列的史书内当，伊个人因为他死了后，埋葬伫迄个会补一个城，对，对，一个城，歹势，一个城，不能说某一个城，多加了某一个城，有一点在地位在这里，就是因为他埋葬伫迄个城，所以我头拄讲，伫圣经内面。无搁再讲起迄个所在太平几年，意思就是讲，即个史书服侍哪当，在哪当有太平吼，其实咱毋知影，但是至少无搁再有太平的年啊，无搁再有平安的年啊，无搁再有平安的年啊，只有讲起，敢若有史书，但是无搁再有平安啊。这个看法是我个人掠出来思考。其实上帝的手到稳定，敢有离开以色列人，敢有离开史书，咸菜无完全，但是伊有史书，但是有平安无，唔知影，时而有，时而没有，时而吵架。因为毕竟你想想看，你进前的史书的时代，炮口都是对哪里？对外啊，怕赢、战争赢的时阵吼，他们就降服在以色列人面前，啊，就无搁再乱啊，对吧？开始炮口对内，你嘛真恶你讲啊，今仔日倒一个支派哦，搁要来冤家啊，对吧？是吧？所以这是咱教会，会让做伙来思考甲反省。我
不会在讲到的时候，我有上个礼拜的经验之后，我在想说，那我不可以在讲到的时候都没有给教会弟兄姐妹哈有一个平安的心，或是有一个盼望看见。所以咱先又出来，那个整理一下我们的心情。那这位来熟客哈，叔叔的角色其实很多元。总归来讲，有军事领袖，你让理解吧，因为你对开始看啊，但是你一直相拍。但是咧，相拍开玩笑，我们上提的这一定要拍赢的对吧？就要作战，要取胜，来捍卫我们的应许之地。啊，伫叔叔的角色内面，你会让看，会让有啥物审判者，咧处理啥别人国家的代志哦，当然不是处理家己人民的代志哦。处理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吼，咱伫即个土地吼，要搁咧开始拍拼吼，啊，毋通家己安尼就小弯起来吼。啊，所以你叔叔的角色，你会当看即个，你嘛会当看到真有者的角色，因为因去处理对外的外交跟对内的内政吼，基本上就是有着要过平安的日子，好好敬拜上帝，对吧？好，大概抓着这个重点，啊，人若一直去苦难代志，是安怎学了敬拜上帝？这个也算合情合理，因为这是人性啊。所以伫叔叔的角色内面吼，你嘛会当看到先知这款的角色，就亲像以波拉甲你不要只是去想说啊，上帝给他一个名称啊，所以他就叫士师，不是吼，他就叫先知，不是吼。先知的意思就是讲，大先互你知影啊，未啥发生的代志。啊，若讲较有信用，就是上帝先将未来代志先安怎透过先知，甲你讲，透过先知甲你讲，就准拄煞对吧？就像看连续剧，我就等着看下一部片要发生什么事，是这样吗？唔是，你若是有这个稳定，大先前知影上帝旨意的时阵，百姓爱创啥？你预先知道上帝未来要做代志，你就要有所准备，这个才是被神应该爱我开刀。好，那大致上先安尼讲，咱就来看，来，教会不是角色多元，它是多元角色。这两个意思我讲哦，你们听得懂意思吗？过去叔叔一个人扮演好多角色，不过现在教会角色安怎有多元的角色，对吧？咱拢是祭司嘛。拢是咧敬拜好多上帝，有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指挥老师、专业的视频老师、指挥老师，还有咱团体的干部。所以教会内面你会看见多元的角色，对吧？但是呢，你哪会角色甲角色的内面吼，不是比较啊，迄是台湾的文化，不是教会文化。我搁一遍提醒吼。什么叫做唔通将外口的价值观带入来教会？就是你两个世界你都要学习，都要认识，但是伫这中间你要有判断的能力，知道吗？好，不是只是盲目的说啊，反正教会说的都是好，反正牧师说的都是对。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对啊，家己人修挺赞，但是后来就会开始害怕。不是啊，各位，你要有独立思考的一面跟能力啊，好吧？因为选择是你家己做，上帝要看的是牧师替你做选择，上帝要看的是兄弟姊妹，你伫上帝面前你做什么选择？所以你不要盲从，你要透过别人的分享，建立自己的能力跟选择。简单来讲，教会爱往头前来，不管是现在教会还是过去的士师，其实因拢是有任务的人啊。过去的以色列任务是啥？进入应许之地，伫遐起做敬拜上帝的这一段。现在教会任务是啥？你该不要跟我说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不是去拿下日本或者拿下哪里，我知道吗？就说啊，所以我们没有任务。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简单来讲，教会的责任，它基本上要往前走，要往前走。我等下甲大家分享讲，为什么是要往前走？第一，我的笔记，箴言第4章25节，
底下讲，你要使你的眼目看向前方，你的目睭所看迄个头前的路，你的骹着安怎会往迄个红龙来行？你咧行的时阵，着爱修正你的路的正。这是台语的表达，意思就是说，箴言4章25节说，你要使你的眼目看向前方，修平你脚前的路，除去你路上的邪恶。所以，教会会手经甲人物往头前行，但是你不是盲目的走。我顶过，有讲遇到马太福音的时阵，我用一个白话文，其实教会伫这个世界，就亲像耶稣甲门徒上课的第一节课，就是你是受差遣出去为上帝的主权做这干净的人啊。这是教会这件，我把它用白话再白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上帝的主权伫倒落，你要安怎为上帝的主权最干净？这个就不是牧师替你们过信仰的生活了，知道吗？安尼我救回来，这个叙事有够大。安尼我救回来啊！但是咱教会安怎？每礼拜8挂的人自己做一会，要安怎看？你一定人生要遇到很大的艰难，你才有办法为上帝的主权做见证吗？看姊妹，不是的。你若是定定咧听我咧提醒甲讲，其实教会训练家己上好的时间，就是伫平安无事的时阵训练家己。好，那我讲最白话，基本上就是咱做伙同工的时阵，迄是上好锻炼你的灵魂、你的灵性。你的服侍，你对上帝是意，你甲信用群体伫咧斗阵的时阵，你安怎来成长、成熟的过程？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辨识的一个过程。教会里什么时候会不会有炮口对内的时候？那姐妹，我请你来安心，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刷下来，我要讲起着启示录的时阵，一定是咱会爱搁较深入来思考。教会会有炮口对内的时候，你就要安心。但是迄毋是逐工咧炮口对内，你要有分别的困难。什么时阵炮口会对内啊？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讲，基本上针对教导、保教、教学、娱乐，因为我们是一个小会，因为我们是长老会，所以牧师长老要背负的信仰责任是大的，确实要互相警惕。我嘛有明白心是要接受挑战，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要有所准备。那我只能讲这个态度，可以兑换，但不要对立。这款的炮口对内是一款的精神，以防咱任何一个角色。把教会歪去，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要炮口对内，爱批评指教。但是平常的时呢，咱若是定定炮口对内的话，教会是无法度继续往头前来行的。教会若是要继续往头前来行，就爱透过咱平常时的服侍、团契、斗阵，还佫有对服侍中间的回应来看。咱是互相感谢。我举一个最小的一个故事，咱就要来做一个介绍啦。因为真理会解说你啊，真悬，迄你兄弟姊妹感觉讲迄甲我无关。但是在教会，它其实不，教会对外是四肢体，这是咱过去十几年以来所受到的提醒。但是四肢体是受洗了就可以当四肢体。你若无训练，谁要吃你？爱聊要爱。你为倒位训练家己？当然是透过你的服侍。服侍内面有服侍前跟服侍后，这个是我个人的信仰跟领袖。我分享互咱高雄教会兄弟姊妹甲同工做伙来授课。我伫咧做事工的时，对新学生开始，我有一个发现。
就是讲，什么时阵兄弟姊妹吼，教会炮火队内什么时候会最撕裂？你知道吗？教会是真的，我们有这么脆弱到不可以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教吗？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回民督导，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大家都有这种气势，你知道吗？但有一种情形，我认为最少，就是我顶面所写，你服侍的时间完成的迄个时间，教会袂记你，这一切是要献给上帝。我再把它举一个例子，让你们有生活化一点。外口电梯出来迄张图，你敢有看过？我会给我2年都忽略它。电梯出来迄张图是啥物图？前年的苦路14站的那14个祷告，你知影处理迄张图进程？哦，我甲前年实在是，你要匹配的啊。那个版做了大概差不多快8次。头前我也讲吼，因为礼拜做的人工拢设计好，即摆就爱有视觉。因就讲视觉是咧想讲就这附近的地图安尼吼，甲我给我做了一张，我讲这啥？我说这小朋友画的嘛这样。所以伫这个中间，伊讲他们讲到后来就有一点不高兴哦。好了，不然许木，你到底是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我讲不是啊，你那输出图案做得好，我一放我就给他放2年到5年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如果你那做出来那个就是大家看的，就是觉得就是叫小朋友画一画，我干嘛要花3、4千块输出一张图？或者来讲，得时间搞进检，我们交换意见。因为这个，因为他们是义务制，你知道吗？义务制的时下课的时阵、下班的时阵，就开始做教会的代志。你们不用不假怀疑哦。除了我甲干事以外，你目睭头前所看到每一个档工都是义务制，所以你爱思考一下。好，安尼我就爱强逼反省。毋过我即个人就是吼，像讲，我就甲因讲，咱若是吼要完成一个事工，咱头前会当尽量做甲偌好，咱就尽量做甲偌好。但是你若是事工咧已经输出送图了，印出来，迄个时刻就算讲搁发现问题，我提醒教会遐的节目，那一个时刻图送出去之后，就是彼此感谢的时刻。为什么？因为迄个时间点结束啊，无论还阁有瑕疵无，还阁事后阁有发现问题无，迄拢已经是安怎？芳芳的坐伫上帝的面前啊！兄弟姊妹，但是啥物时阵上痛苦、上痛力、最撕裂教会，就是事后还在干嘛？批评指教跟抱怨。这是要安怎成长？啥物人都要做服侍上帝的代志，所以服侍咱爱较易来思考，爱学习互相感谢，不要让教会在学习的成长过程当中，只是一个会当大炮的人，好不好？高点教会，我们是什么样的教会？愿上帝平安伫咱的内面，人生内面的。你要上帝，我要学习，我要学习。伫事实，伫你说的人的故事顶面，我要学习这一点，通得到你欢喜的教会，困住你的性情，帮助阮有这款的欢喜，也有这款的智慧，通互阮的操练，阮的服侍，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欢喜。求你塑造你的教会，真最棒棒的这，人生伊个是我可以所做到的。感谢牧师好的分享，这时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回应上帝，请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万主主，以对圣神上打开，对在圣母妈
心化王大西郎，欢庆献行，献道回，信荣传播，最下面玉佩国王，连环国王啊！阿门。这是回应诗194首，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请起立。请起立。Amen.
天父，我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无情的疼甲恩典，感谢你赐下阮所需要的一切，让阮思想思绪记。12章第18、第70个故事，看到伊发现人家己个人无解甲骄傲，因我冲突、秩序、畏惧。阮真甘谦卑甲团结的重要性，由你赐下智慧，互阮伫人际关系甲各个事宜中找到你的旨意，促进和解甲和平。今仔日，我要为世界成为冲突地区祈祷，为中东的战火，为以色列甲也门的紧张局势，为巴勒斯坦甲以色列的和平。求你软化中心，赐下和平，互领导人有智慧选择对话，毋是对抗。同时，我要为台湾甲中国的局势祈祷，求你保守台湾这片土地的平安，阻止各个枪声甲冲突，互和平的对话成做考虑。我也要为着全球受自然灾害甲政治动荡的影响的人民祈祷，特别是缅甸的地方受害者，求你赐下安慰甲救助。即马，当阮将发现现象的时，阮先用一切的资源拢对你爱，阮将遮个礼物献互你，原遮个献地支持教会的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传扬福音，并且伫即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更尽你的行甲真理。愿阮的奉献甲祈祷得到你的接纳。阮安尼祈祷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时，咱来介绍新朋友。第一位是代理教会青年以4大长青的蓝品韵，咱较欢迎。第一位是钟静荣姐妹。钟静荣姐妹，也让我们知道。第3位是红执事的好朋友陈佑明 Tony， 这位是宝金姐的女儿王佩贤，王佩贤。欢迎，这时咱来行平安礼，用唱的，前后打招呼哈。咱起码因为有一些疫情的关系哈，咱前后打个招呼，然后用唱的。欢迎新的朋友今天来到和平教会。好，慢慢回到自己的位置。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到会是最开心的，然后到处乱钻，他想跟大家打招呼。好，咱来两瓶温酒的金布。那咱的台语、华语拢各要念一遍。好，请唔通家己看做智慧。
着敬畏耶和华，离开海事，这身体勇行，论这天地物。今年8章第7节到8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肉体，滋润你的。箴言3章7节到8节。即时来报告，掀开报告消息。第一项，的主日是圣灵降临节礼拜。安尼是联合礼拜，咱的主题是圣灵降临了。然后呢，要对当年的这杯到实践天国。咱要邀请4大长青甲北部的原住民大专一起设计的礼拜甲聚会。礼拜中，咱有开放式的圣餐，请兄弟百姓，愿咱做过领受圣灵，在地当行天国的路。第二，牧师甲传道会在职训练6月初2甲6月初3，可牧师要参加2006年的牧师传道在职训练，23支的所在。拜2的查经班照常举行。第6月的寿星生日快乐，咱的名带你下面。待会咱要举行庆生会，咱若有错误也是遗交的吼，咱会当向办公室的干事来更正。团契消息，咱妇女团契6月份为了过要6月初7拜六，这回较特别因为有西小区聚会伫咱的本教会，伫6月初10，所以6月初7咱要改6月初7聚会，然后10点要练习，讲啥时班要练习，因为6月初10要献诗，要庆生5月份甲6月庆生会，咱有举办午餐，会当家己伫公布栏登记。具体消息，咱敬听的咱从理长老娘，伫5月20安孝主会6月初5拜4 11点，怀爱馆景仰楼3楼至美山厅要举办个别式，随后咧金山的。平安园，咱请咱大家为遗族来带到关心。教界消息咱家己看。最重要的是，拜2伊讲7000中会西小区要伫咱的本堂聚会，咱有一个礼拜的聚会，要请拜2的迄个查经班要暂停1遍，请咱若有时间，咱会当来参加，伫下晡时1点半开始。好，下面的工作时间先会交给牧师。今天我们要来庆生，我们6月份的寿星啊，咱来到你头前来，跟我一起站在第一。大家都没有听到我柔情的邀请，跟我一起。没人理我，我自己祝福我自己算。来。有了，思安长老上去了。会有今天长老哎呦，今天是谁生日啊？今天是谁生日啊？好多人呐！好，来，先来，大家一起帮你唱歌，好吧？好来，先这位来就生日快乐，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啊！你要站起来，大家才可以看到你。好，来，跟这位来就生日快乐歌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God bless you. Happy birthday, God bless you. Happy
显恩。生日快乐啊，显恩！我多谢大家甲我做生意。啊，我呢两三礼拜之前，我来到市社会局哈，有关有关。哎，那个那个，他说我辈中人，你知道什么叫我辈中人吗？因为哦，你在台北的服务哦已经期满，哦，都叫我去办老人卡。我的工作呢，有子宁哦，用很同情的眼光把那个通知交给我哦，但是我三声无来啊，对无吼，这样无法度。但是呢，因为去年吼有稍微身体稍微出一点小状况，但是呢，现在愈来愈好，感谢哦，感谢上帝啊对我的恩赐哦，啊我嘛是爱唱歌哦，啊我爱甲团体做伙哦，所以真感谢大家，我会继续拍拼，感谢。那个年纪越大，这样子每一年都会去感谢这样上帝保佑我身体平安，健保卡从来没用过。然后工作也很顺利，然后当然更感谢整个普林教会牧师长子，还有所有同工，在我每个礼拜。这样子每天工作之余啊，礼拜天可以让每天得到一个很极大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也祝福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平安健康。这个虽然很担心65岁的 BBB，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恩典啊。我想到480块钱那个坐公车没几年，不然干嘛就一个来地方摘。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从现在开始，你在台湾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半价，感谢主。对，你突然会发现你会天天想出去玩，因为都是半价，高铁半价哦，对。飞机也半价，飞机也半价，有啦。感谢神，我没想到是今天，所以我不知道讲什么，突然被 Q 起来。然后下礼拜是我30岁的生日，就是完全没想到，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恩典啊，因为我发现很多以前许的愿望都不知不觉实现了。比方说，我以前就是很想要出国传福音，然后我就默默的开始学了英文跟日文，然后因为我也不是那个本科系毕业的，但是我还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然后也可以搭配我的外语跟我的以后可能服侍神，然后累积的一些能力，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我放在心里，然后没有一直跟大家说出来。但是因为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很多愿望就默默的实现了，然后就是很感谢，不知道说什么，谢谢大家。感谢上帝的恩典哦，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古亭这个大家庭一起庆生，然后让我再一次可以跟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妈妈一起庆生。我爸爸呢，校长好常常说，其实就是我的生日是妈妈的受难日，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妈妈。你辛苦了。咱做伙来有寿星吼来做祝福的祈祷。对，好，嘛感谢上帝吼，会让我哋过年到尾跟大家做伙来成长，不容易，但是是幸福的，所以嘛，也请兄弟姐妹，我们一起跟上帝幸福下去，好不好？这个不是心灵鸡汤，这是一个很深切的在信仰里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
特别上帝，阮献上感谢，阮人的一生伫你的手中拢是稳定。阮也用欢喜的心，甲阮的6月份的寿星做伙来同欢喜。恳求你的信心，用喜乐满满充满伫阮的日子中间，也愿阮所活出的性命归荣光互你，愿平安归伫阮。当心祈祷是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待会留步一起享用那个蛋糕哦。好。伫功德进前，伫功德进前，我会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你们知道今天的奉献诗歌跟请安诗歌是谁弹的吗？人生啊！对，是我们的盼盼。就干的时阵周间的，因为他已经考完试，周间有一次我就看他在练习，我说：“看你今天怎么来？你是压力太大还是？”他说：“没有，我想要服侍上帝。”那我就跟心怡姐问，那心怡姐说：“请我先从那个奉献诗跟请安诗开始。”哦，他就很认真在那边锻炼，然后我就一直把手紧紧，我还懂，我说我要看，不要，我还没练好，所以。很开心哦，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成品所以很感谢上帝今天也看到佩珍姐前几个礼拜跟圣歌队做伙团练今日用你的歌声甲圣华队做伙来学乐上帝，愿你的心也得到上帝的开来甲照好而且嘛要补充报告就是今日阿拉牧师有分享一箱他家自己种的。不是他种的，是他家自己种的。阿嬷粒，红肉梨，红肉梨。咱的后山刚好伫外口来帮我们分装要甲咱古典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这个很美好的水果我们用感恩的心，谢谢安牧师也祝福他的家，祝福他的家。下个礼拜嘛，感谢阿拉牧师甲师大的姚牧师会伫咱的中间锻炼咱来享受开放式的圣餐。下礼拜阿拉牧师他也会预备他的那个义卖今天他都快变工匠了，很优秀的艺术家。咱伊倒内面互相祝福，这是咱的。因为上帝，阮献上感谢，求你塑造教会的生命。求你用你的话语甲信心塑造教会，在阮来经过起起落落，阮的后生，阮的人生，嘛是会拄着挑战、恶难的事。但是主恳求你帮助阮，用欢喜喜乐的眼光甲心来看、来欣赏，主你甲阮同在，阮所努力尽心献上的，拢已经真多香的做，恳求你。接纳，阮也有做为了家庭、身体欠安，还有阮的工作生活、关系、婚姻、家庭等等遮的阮人生的欠缺，带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扶持、安慰、帮助，赏赐阮平安。当心祈祷是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来宾，各位信息，请起立。应当上帝的名，唔通看家己最有智慧，要用敬畏耶和华的心来学习，彼此服侍，互相扶持，离开歹代，互恁
因为诚做上帝的百姓，也通欢喜上帝的恩典内面。你若要诚做回平指教别人的人，就爱伫智慧甲听心内面来行，互上帝塑造你，甲你的教会日子成长成熟，荣光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你正人三个字的对志祷告，主得来，阿门。阿门。请坐，别走，请咱正后音乐结束，来。上帝小事平安，祝恁大家。怎么了？